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台股搁再冲破4万点，以4,705点收盘，起1,778点，是目前史上起上济的一日。大清的总统突破中国施压到10月底年访问，美国强调讲，台湾是美国甲真侪国家信赖的朋友，认为无应该政治化。台北市区鸟鼠的问题真严重，市政府是放真侪鸟鼠药啊。环境部要求公布放鸟鼠药的地点，嘛建议讲爱定期向市民来报告。来看劳动节连假放煞5月头一个股市开盘日，今仔台股是开悬走悬，搁再冲破4万点。盘中上悬的指数是冲到4,711点哦，嘛创新悬。收盘的指数是4,705点，起1,778点，是目前史上起上济的一日。台积电盘中上悬嘛起到2,285块。有专家嘛提醒讲，市场的起落恐惊阁继续波动，甚至会开始短期震动，所以嘛是爱看企业的基本面。劳动节连假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台股阁拼新悬，加权指数开盘3万过9,228点，起300点，了后20分钟了后，就冲起哩4万大关，盘中阁震动走悬，阁要来到上悬4万过711点，阁拼新纪录。台积电同款开盘就跳悬，了后是直直起哩，盘中阁要来到2,285块。美国4大云端服务公司呢，那提出了这个优于市场预期的财报，那所以呢，激励了美国股市呢。另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呢，因为第一季台湾的这个 GDP 的年增率高达了13.69%啊，那这个基本面的这个强力的支撑。市场对台湾 AI 产业链有乐观的看法。不过，这个时阵，台股伫咧5月下旬特别进行520行情观察期。专家分析，5月半势受到企业财报公布，还有报税影响，市场的波动可能加强，甚至进入短期震动的状况。所以，嘛是检视企业基本面关键的时阵。若是讲基本面有够强、有够韧性，资金行情才有机会继续冲悬。我们从订单来看的话 ，AI 相关的产业链那个。整个的年增率都是2位数甚至3位数，但是传产呢还是有出现负成长。传产的比如说像石化业的纺织业等等，那整个的还是跟不上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脚步啦。所以说两极化非常明显。学者的观察，虽然讲美国伫咧通货膨胀的乌影内底，不过像讲电子产业等等，足一项对台湾采购的数据并无登喐，显示 AI 需求继续甲台湾的实体经济有关，嘛带动市场强强滚。记者综合报道5月开始报税哦，今仔嘛是开放现场报税头一日，台北的国税局早起都有真侪民众来排队。今年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是调悬到213000块，比去年增加3000。当照特别扣除额嘛增加到18万哦。人工是医疗费用买当来来做扣除额。另外，针对网情还是讲伫网络平台的收入，今年嘛拢爱纳税。现场报税头一天，台北国税局已经有真侪民众排到热堂咧等报税。为着应用报税人潮，国税局嘛开搁较侪办理的通啊，避免民众等上久。像我的妹妹他们都用手机报啊，可是我觉得我还是来这边比较好，我觉得这样子比较有安全感。这一次因为我的抚养亲属的那个要列举扣除的比较复杂，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办比较保险。财政部提醒，今年报税时间敢若到6月7日。不过，今年报税有几个新的制度都要注意，包括每人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比去年加3000块。若是有民众申请长照，今年买当省真侪钱，因为长照特别扣除额为12万提升到18万，还佫有扩大人工生殖医疗费纳入扣除的范围。不过，要注意的是，目前还佫有病贷收入。今年嘛爱缴税，民众可能比较会忘记到说，有一些所得其实国税局是没有办法提供民众查掉的。例如说，我可能私人之间的借贷，我有收取利息，那这个利息是需要自己新增的。台北国税局提醒，常常看到的报税错误的案例，像讲包括厝主甲厝税互人用，收的租金就爱厝主家己申报租金的所得，另外买厝贷款的利息扣除额，嘛要家己亲身来写，才会当增加扣除的金额。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天气哦，这礼拜会有2波的方面，天气是较无稳定。明仔载开始，因为华南分河区往东移动，佮加上东北季风增强，雨水会较济哦。也是这礼拜上湿佮上凉冷的时阵。再来拜五，如果有第2波的方面，就爱到礼拜无晴节咯，才会较好天咯。落地渐雨，大家毋若是举雨伞，也穿长袖。连续假期结束，方面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温度降较正明显。拜日华南分西向东平线，落雨范围搁扩大，中部以北温度会降到18度。明天整体来说的话，下雨情况比较明显，连中部南部地区的温度也会下降个2到4度左右，而北东地区的话，相对来说温度感受比较偏凉。拜日开始，全台湾天气更加无稳定，北部加中部山区容易局部大雨。拜3到拜4水气小可减少，温度明显回升。不过拜5如果一波方面，全台湾拢会落雨。过来东北季风增强，一直到礼拜母亲节迄天，水气才会减少。北部地区自日时开始，温度会慢慢回升。天气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还蛮快的哦，每2天就有一次的这个变化。前面有这个华南雨带，然后中间周3、周4天气又比较好，然后到周5、周6又有这个锋面跟雨带要通过。专家讲，爱注意即马伫咧关岛东南边嘅纬度海边的热带扰动，所落来2、3天会慢慢发展，可能伫这礼拜后期增强成这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轻度风台，看起来是行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峡了，结果转向北平，不过也是会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总统热情电视施瓦蒂尼访问哦，昨嘛去参观王家科技园区，听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佮有战略独有者的报告，这嘛是2国建交以来规模上大的计划。热总统哦嘛去拜访国王的妈妈，总统是讲国王甲王母热情的接待，互伊有返去厝里的亲切。伊嘛邀请王母哦，佮再来台湾访问。甲镜头比一个大大赞，总统热情地拜访施瓦蒂尼王家科技园区，为关注富士园区规划，佮听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甲战略突优者的简报。这是台属建交以来规模上大的工程合作案，尤其伫国际油价无稳定的即阵，能源安全甲产业布局做伙推测，更加展现这项计划的重要。战略除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2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We value this partnership deeply, and we look forward to many more years of collaboration and shared success. 谢谢。刷落来，伫当地时间初3中昼，热总统嘛前往拜会苏国王母温东碧，当面感谢国王甲王母的热情接待，互伊有返来到厝的感觉。行向前呼查，欢喜开讲。热总统表示，亲像返来到第2个厝的温暖，嘛诚心邀请王母搁再拜访台湾一摆。刷落来，前往苏国国际会议中心，欣赏迎宾传统歌舞，伫苏王几大位王室成员、各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展览甲各项设施。甲施瓦蒂尼建交今年是第58档，虽望这段行程一度渐弯，不过无影响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为稳固能源安全的突优者，到开拓非洲门户的产业园区，搁再到接近基层的农业援助。热总统这段强调，透过价值、论性、科技这3大优势，加深甲苏国的交流合作。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施压，热情的总统突破外交的困境，到施瓦蒂尼访问。美国国务院是表示讲，台湾是美国甲真济族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朋友。嘛认为讲，台湾的总统出访施瓦蒂尼是一般性的访问，无应该政治化。有学者嘛是认为讲，未来中国对台湾施压的力头恐惊会愈大，台湾所来爱面对的外交考验甲风险嘛可能会愈多。伫中国的施压抑个封锁之下，赖清德总统成功突破封锁，到施瓦蒂尼访问。翻译过日报的报道，标题顶悬就写：两岸伫咧非洲小国比拼意志力，台湾用智慧拼过中国。报道赖总统伫咧争取外交的胜任积极当中成功提分。美国国务卿嘛表示，台湾是美国抑个真侪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讲台湾总统出访施瓦蒂尼是例行的访问，无应该放政治化。
外交部处长吴志忠接受法国《世界报》访问的时阵就讲，虽然中国不断咧施压台湾，啊，毋过袂使阻挡台湾成做世界袂当欠缺的一部分。赖总统出访了后，对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影响嘛，值得观察。像讲刷落来就是川西会，中国敢会愈打愈硬，要求川普就爱调整对台湾的态度。也个11月伫咧中国来登场的 APEC， 咱敢会使顺利参加，拢正做关心的焦点。因为目前两岸关系是相对是比过去更严峻，所以北京对台湾的一些外交的封锁比过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觉得台湾要有心理准备，应该会面临一波又一波这个北京比过去更强大的一个打压的这种力道。学者认为，赖总统投出这球变化球，中国一定会想空想胖，要把主场优势摕到转来。台湾面对外交的考验，爱承受压力甲风险，这刷落来一波一波，拢会对得来。As we want to achieve peace, and we love to negotiate, will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PRC about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but you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not of weakness. So having a strong defense is the best way forward. 针对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是愈来愈吃力。我国驻美代表卢大雷接受专访的时阵就讲，台湾愿意甲中国来做对话，啊，毋过咱嘛确保咱有充足的实力，会继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阁有社会韧性。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这礼拜3要针对各项特别条例来进行第4届的调查协商。国民党内部目前针对3800亿加恩加8000亿版本阁超未平。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今仔是强调讲，国民党只有少数的委员支持8000亿版本。另外，民众党团嘛传出讲，嘛要来提出8000亿版本。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祖是表示讲，民众党团会充分来讨论。各项特别条例继续伫咧立法院96、76进行第4摆调查协商，啊，毋过国民党内部所押出牛条内得牛宝，有党中央的3800亿加恩的版本，啊，佮有青壮派南委的8000亿版本，引发基层真烦恼，可能会影响到年底选战，嘛影响到党主席的威信。那黄复兴委员会卡几若天的电话，互南委呼吁支持党团的版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初时去哩广播节目佮讲谈话，将来就毋捌同意8000亿的版本。面对来自 AIT 也好，美国国会议员也好的强力游说，我们也应该很清楚的跟对方说明我们的考量。后面来的军购，我们并没有要反对，3800亿并不是最后的数字嘛。郑丽文强调，敢若少数人支持8000亿。真侪南委拢认为党团的版本无问题，若是有压力，互伊来担。针对南亚两个版本互相纠缠，可能爱留甲初5党团大会来做决定，嘛无排除用投票来表决。当明天的党员大会的话，大家会共同来讨论啊。那至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都不会排斥。那我想，重点是我们党团。就我们国民党团一定会团结。国民党团要无达成共识，民众党团除了原底4000亿的版本，嘛传出讲伫咧协商进程会有备案，提出8000亿的第2个版本，纳入美国可能会公布的第2批军购。能够做专案报告，然后我们去了解，这个是我们最重视的原则。那至于就是说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军购军力这个内容等等我们党是保持的比较开放的态度。台湾国会的决定，世界都在看。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最后的这个强化国防条例，给国际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讯息，那就是台湾人民并不想要强化自己的国防。针对在野版本意见未合，南北强调一定会达成共识。黄文嘛表示，1.25条的行政院版本，包括对美的军购，还有各项的韧性，呼吁朝野支持强化国防，唔通甲国际传送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长的民调今仔公布，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的民调是赢，所以代表南北来对决民进党的参选人林国璋。民调嘛显示讲，目前吴宗宪的民调是淡薄仔输林国璋。吴宗宪动算陈晚会加油！大声喊口号，展现团结。南北宜兰县长初选民调已经结束啊，由国民党立委吴宗宪胜出，要甲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对决。将来县政府在人才的禁用上面，绝对跨党派、跨派系、跨家族。我希望宜兰
在将来的运作上面能够政治少一点，民生多一点。我们选出了一位蓝白整合的队长，在未来的这场战役里面，我想不变的是中线就是队长。没有办法改变的是，我们彼此是队友的事实。我们把吴宗宪送进宜兰县。民调的结果显示，若是吴宗宪代表南北参选宜兰县长，吴宗宪的支持度是27.6%，民进党林国章支持度是28.9%。若南北推派陈婉慧来参选宜兰县长，陈婉慧支持度21.1%，林国章的支持度27.5%。南北整合成功要来拼选战，不过吴宗宪若是对林国章，民调嘛是有点较输。当然，我们的对手林国章，他有总统，有院长，然后有各部会首长去一直帮他辅选，所以我不会去抱怨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这件事，但是我会把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对任何的民调，我们都当作是参考，也是我们鞭策我们的一个力量哦。那我们当然也恭喜吴宗宪委员在这个民调上是领先胜利哈。甲3月迄份的民调比起来，争差有变少。林国章表示，目前看起来这份民调的表态度是抑阁无悬，会继续提出更加较全的关键规划，争取更加侪选民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今年初有民众因为着旱塌病毒死亡，最近阁有真侪民众反映讲，伫市区看到鸟鼠四界踪哦。有里长就建议讲，路边的垃圾桶应该爱扫走，嘛认为若无配套的做法，则恐惊无法度彻底来解决鸟鼠的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是表示讲，会来要求台北市政府着爱公布放鸟鼠药的地点，嘛建议讲市政府着爱定期来向市民报告处理的进度。伫连假这段期间，台北市西门町路边的垃圾桶规拢满满出来，有一寡一个等伫咧涂骹，搁再出现鸟鼠的问题。有基层里长就讲，2023年年初，台北市又搁开始伫路边踩垃圾桶，不过鸟鼠的问题一直拢无解决，若无配套措施，无法度对症下药。去盘点一下哪些垃圾桶每天都是这个热点区应该去优先做撤除的动作。环保局的这个量能确实已经很满载是否应该评估在卫生社预算委外去找这个环境清消的公司去协助。路边的粪扫变做鸟鼠的餐厅，饲鸟公的主人也惊讲，因会听不得食到鸟鼠药啊。对鸟鼠的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讲，以后除了会要求市政府爱公布放鸟鼠药的所在，也希望地方首长启动跨局处合作，想出办法。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其中呢，包含这个鼠患防治的部分呢，我们过去除了环境的垃圾的处理之外呢，那我当然还有鼠洞的填补，甚至捕鼠笼的设置等等，我们都会跟环境部来做个讨论。医生讲，感染旱塌病毒症状甲感冒同款，一开始无容易分辨，可能会出现发烧、胃寒、头痛、肌肉酸痛的情形。若较严重，会有出血性的症状，像是目睭结膜充血、腰子功能受损，或者是肺炎的症状。伫最近新北市淡水有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旱塌病毒，不过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感染源对倒来，也搁伫咧调查。是老鼠，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对政策这边的粪扫管理，到专业的病毒防治、消灭鸟鼠，考验县市政府的决策。市民希望会当有长期解决的方法，真正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凤林有农民种的姜，互人偷恶，结果伊去报案，警方嘛抓到2个嫌犯，结果发现讲这嫌犯甲姜卖掉，用赚到的钱去买毒品。熄火！大声！针对我，太扯了吧？为什么针对我？好，配合，好不好？干嘛？我趴下，先趴下。互警方抓来这台轿车驾驶无啥，唔知影讲伊在这个姓庄的查甫人，互警方缀几落工啊。伊涉嫌偷恶青姜去卖，再搁买毒。因偷恶的姜是藏伫咧另外一位姓韩的嫌犯厝内，警方去查，因也搁好认。
我不知道，他就没讲啊，他就放这边已经放2、3天了，因为他一直说他要拿去卖掉。这是什么的吸食器？案件发生伫咧顶个月，花莲凤林镇有农民甲警方报案，讲伊种的青姜半暝规大片都互人偷恶去，差不多损失2500台斤。警方接到报案，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发现嫌犯偷恶青姜几杯，再过去买毒，查到2级毒品伊托咪酯甲食毒的器材。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2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种姜的农民讲，即马青姜市场的价销1公斤差不多170到200，无想到讲煞着贼偷。警方讲，即马入袋青姜差不多只敢剩400外台斤，其他拢互嫌犯卖掉。案件已经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八当前有一个姓赖的查甫人哦，伊伫宜兰诈骗2亿元，伫交保了后，人就落跑，是秘伫屏东的乡村，也毋过伊改名，又搁用同款的手法来诈骗国小的老师。伫2当前哦，有国小的老师去报案，去年人嘛已经伫乡村抓到了。穿白衫的查甫人带乡村某一间国小的学生到台北参加活动，甚至阁有到立法院参观，连当时的议长尤锡坤嘛有出席。学校参观的费用嘛拢是这名叫做新闻的查甫人处理的。校方煞无受到遮尔热心的人，最后对国小的老师骗钱。伫去年12月底，台北的警方才到乡村抓人。成功人士到学校来分享他的经验，那相关的经费都是他自己现场就把钱交给。这个讲师费交给这个讲师，都是说他不喜欢照相，因为他的女儿曾经被绑架过，那他怕就是太出名，那所以不要曝光这样子，所以在任何的场合他都是不入境的。校长无来表示，学校有2个老师互人骗钱，毋过无愿意讲大约损失偌济，学生和家长无人受骗。原来这位新闻不名号做罗冠铁咧做中人，伊8当前就捌伫宜兰，因为骗民众投资法院拍卖厝，金额将近2.5亿。虽然有甲抓到，毋过法院判伊15万交保，落尾伊弃保落跑消息，改名到屏东的乡村地区继续骗。伊先甲迄个老师有无掠老师的心嘛？伊大概用老师去牵连到家长啦。伊就讲，你若迄个要听我的话，就可以上台大。所以伊来是迄个甲学校接触了后，伊讲伊要培养精英啦。国小校长讲，罗冠铁拢会举办学生领袖高峰会，找一寡成功人士来演讲，因为活动感觉对囡仔有帮助，就要怀疑伊的目的。到2004年，有老师讲出来，才知影伊是有案底诈骗嫌犯。目前受害者已经组自救会，受害人数甲金额又搁咧统计。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东的局势。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伫中东时间初4透早开始，展开一个代号叫做“自由计划”行动，会派美军来引导荷姆斯海峡各个中立船安全离开。伊拢嘛提出一项包括14点声明的和平协议，望讲伫30天内会当停战。佮强调讲，这个提议无牵涉到争议性的核子武器的问题。因为即马真侪国家的商船钓伫咧荷姆斯海峡无法度经过，所以美国总统川普伫咧社群平台公布自由计划行动，自中东时间初4半暝开始会来启动，要引导这个船顺利行过海峡。川普强调，这个船只甲中东战争拢无任何的关系，所以承受食米抑个民生物资用了的苦楚。美军会提供安全指引，嘛放掉伫咧护航的过程中，若有人来干涉，美军绝对会互因好看。面对美国的军事动作，伊朗这方面已经公布停战的方案。伊朗的外交部证实，已经送予美国一个14点的备忘录。这备忘录内底讨论的，敢若讲到结束战争的代志，无要讨论核武的议题，嘛强调这份计划需要留1个月的时间，和双方做伙来参详。منحصراً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پایان جنگ. مواردی که در مورد جزئیات حوزه هسته‌ای گفته شده مطلقاً در این طرح وجود نداره.
讲到这场战争对经济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对未来局势是真乐观。受访的时阵讲，若是冲突会收煞，原油的供应就会恢复正常，国际油价嘛会对咧落倒来。啊，那目前机会市场已经有对咧反应咯。We can see in the futures market that oil prices are already lower 3 months, 6 months, 9 months out. 虽然伊朗有提出停火协议，毋过伫伊朗内部嘛是有强硬派的声音。伊朗的议会副议长就放掉，核保组海峡绝对袂转去甲战争以前的状况。啊，若德乌兰即马按算要来修法，计划要来永远禁止以色列抑个美国的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其他国家的商船是爱得到许可，爱纳服务费。伊朗收到这个钱，会来强化伊朗的国防抑个基础建设。دشمن مستعصل شد تنگه‌ای که بسته شده بود ترامپ اعلام کرد باز میکنم این غلط رو نتوانست بکنه آمده الان موضوع محاصره را مطرح کرده یقین بدانید این هم با شکست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自美国自由计划军事护航到伊朗14点计划，双方的外交先拼先，核保组海峡当伫咧战火抑个和平的12路口。虽然即马市场对油价落价是真乐观看待，啊，毋过德乌兰的强硬派伫咧水道的主权无愿意退让，若是这场战争要收煞，恐惊毋难爱30天的谈判。美以双方伫咧国家利益抑个区域主权的坚持，恐惊嘛爱互相让步，求一条路。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因为中东战争美国甲德国是拍歹交情，川普是讲伊准备要对德国来撤掉5000个美军，佮呛声讲要针对德国的进口车来扣冻税。德国的总理梅尔茨伫一段访问内底是强调讲，伊袂放弃甲川普合作，也毋过伊嘛讲，美国讲要撤军，这嘛已经毋是新闻咯。美国总统 Trump 初二宣布，美国要为德国撤军的人数会超过5000人。德国总理梅尔茨初三接受德国公共电视台专访的时，强调美军是北约军力的核心。也毋过，美国要为德国撤军，毋是新消息啦，嘛免想意外。毕竟前总统拜登有承诺要提供德国政府飞弹，Trump 到今拢无表示。Das hat Donald Trump nie wiederholt. Die Zusage hat er uns bisher nicht gegeben. Also da ist jetzt auch nicht alles neu, was wir in den letzten Tagen da hören. Es wird vielleicht ein bisschen zugespitzt, aber neu ist. 做一个北约的成员，美国目前伫欧洲部署差不多10万的军力，其中德国超过36000人是上济，过来是意大利甲英国差不多1万个，也佫有西班牙3000个。毋过，就算美国撤军，德国也是美军伫欧洲的核心重点。德国境内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是美军伫欧洲的关键设施，负责空运、空投等等的任务，也是北约关键设施之一。当地居民认为美军撤离有好嘛有歹。Hat allerdings auch Vorteile. Das heißt, also das könnte sein, dass es mit dem Wohnraum etwas weniger streng wird in der Gegend. 美国撤军的决定伫北约内部引起不安。2005年，美国已经决定裁减伫罗马尼亚的兵力，即马上新的决定，互北约愈来愈烦恼，这个联盟有可能互弱化。德国内部评估较严重的冲击是，美国也决定取消伫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途火力营，这是为着要操作政府旋翼飞弹，也有暗用极音速飞弹设的部队。美军取消这项部署，会提减甲罗西亚核警的能力。当然，美国共和党拢认为安尼做是对莫斯科传送错误信号。另外，川普也讲，美国对后礼拜开始会甲欧盟出口去美国的汽车关税，对目前15%提悬到25%。梅尔茨有坦白讲，川普对欧盟直直无批准甲美国的关税协议真不满。Ein bisschen enttäuscht darüber, dass wir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mit dem Abkommen von Turnberry, was im letzten Jahr geschlossen worden ist, im August in Schottland, bis heute nicht zu einem Abschluss gekommen sind. Im Europäischen Parlament gibt es bis heute Widerstände gegen dieses Abkommen. 德国真济经济学家表示，相关的措施若实施，有可能对德国经济甲汽车产业产生大影响。北约成员国当中，意大利甲西班牙已经拒绝互美国使用伊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这两个互人看做是川普刷落来要处罚的对象。川普也已经表示，未来将有可能会减少这两国美军的数量。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世界卫生组织初三证实讲，有一架对阿根廷驶向非洲的观光邮轮“洪迪亚斯号”，有一个乘客确定讲畏着汉他病毒，有5个疑似的病例。来人内底已经有3个人死亡了，有1个人重症。世界卫生组织嘛已经协调各国来进行医疗后送甲风险的评估。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经营的极地观光邮轮“洪迪亚斯号”
当为世界上南边的城市，阿根廷乌斯皇亚前往非洲西方的岛国为德国共和国，伫经过大西洋的半路中出现汉他病毒感染。世界卫生组织初三伫 X 八台证实，这个事件总共6个人去卫着，其中3个人死亡，死亡的其中1个人确诊有汉他病毒。荷兰外交部发言人证实，死亡的3个人当中有2个是荷兰旅客，卫着的其中1个英国籍患者当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汉他病毒主要透过客气动物传播，尤其是接触到因的屎、尿甲喙烂。世界卫生组织除了调查邮轮的卫生状况，嘛协调各国协助医疗后送甲风险评估。南非发言人莫哈莱表示，伫邮轮顶有一个有疑似病款的70岁旅客已经过身，遗体目前安放伫南大西洋英国属地圣赫纳岛。伫这进前，伊是出现发烧、头痛、腹肚痛甲走饱的症头。伊69岁的某嘛伫船顶出现无爽快的状况，送去南非约翰尼斯堡的病院救治时不幸过身。根据泛海探险公司的介绍，这只邮轮总共有80间客舱，会当容纳170个旅客、57个船员、13个导游加1个医生。大多数的客舱是双人房，部分客舱设有3个到4个床位。南非卫生部的声明表示，这只邮轮有150个游客。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解说，感染者可能会并发汉他病毒气症候群、甲汉他病毒出血热病性症候群。死亡率大约是38%。目前无针对汉他病毒的特效疗法。BBC 指出，奥斯卡影帝95岁的金哈克曼，伊63岁的太太风川贝吉，伫2023月就是治疗汉他病毒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过身的。公司新闻新6倍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彰化市的中华路桥附近，今仔透早4点外，有一个姓高的驾驶车是驶了真凶，先去弄到一台奥多拜，佮冲去路桥顶头弄到一台轿车，造成奥多拜驾驶甲汽车驾驶2个人死亡。警方是表示讲，这个姓高的驾驶是无啉酒，佮调查讲伊敢有吸毒，要来厘清事故的原因。奥多拜徛伫路的后壁，一台轿车驶真凶，就安尼弄到机车，速落来规台车失控，弄到桥墩了后，佮弄到另外一台轿车，车祸弄甲真直啦，现场路苍苍，警消接到通报，随赶去现场救援。机车的部分是一名男性啊，年约64岁。左手截肢，然后左大腿开放性骨折。那路桥上面的对向的车子是一名女性啊，年24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但是也是曾经欧卡。这站车祸发生伫拜一透早4点外，一位姓高的驾驶驶伫彰化市中华西路甲晓用路口，唔知影什么原因，先去弄到机车，佮冲去路桥，弄到对向车道的轿车，互弄到姓吴的机车驾驶，参姓王的轿车驾驶伤势严重，送病院急救，人嘛是救无回来。肇事的驾驶参互弄到的轿车身体受伤，肇事驾驶的老爸表示，对受害者家属感觉真歹势。我感觉歹势，较歹势，做人这个不良，对家属做歹势。初步检验肇事自小客车驾驶无酒精反应，目前该驾驶尚在医院急救中，无法实施毒品快筛。本分局已向地检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令状，以厘清是否有施用毒品驾车之可能。警方表示，初步检验肇事的这个姓高的驾驶酒测值是0，但是伊人目前昏迷咧医治，无法度做毒品快筛，当咧申请做血液检验。警方要来厘清这个驾驶敢有吸毒赛车。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轻铁的新上国小站伫顶礼拜六暗时，有2个查某人行伫铁基路顶悬，轻铁的司机随着打灯试喇叭，2个人才赶紧离开。各这公司嘛表示讲，这2个民众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上最是罚款7500块。初二暗时8点出2个查某人就安尼带司机行伫咧轻铁的铁基路顶悬，等到轻铁司机试喇叭，才赶紧用走的离开铁基路。这是高雄轻铁的新上国小站。照理讲，民众坐到站了后，爱行斑马线去两边的人行道。这2人敢若是直接驶过护栏行落来草瓦埔。对此，国际公司表示，民众的行为已经违法。一度停车，鸣笛要求离开轨道后，列车恢复正常行驶。该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依法可开罚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
国际表示，今年1月到当民众无细致总值轻铁铁轨路的条数统计，人的部分有3件，车辆的条数嘛有3件。除了宣导以外，其实伫咧车头月台附近拢有做真侪告示牌，提醒民众袂使进入轻铁的铁轨路。附近民众讲，在顺路这段不定看到有人行伫的铁轨路顶，尤其是外国人因为路草无实，看无指示牌的上接发生。因认为要针对过路人加强路线的方向指示。他们其实蛮多人都不知道要走斑马线过去，他们都会直接沿着这条就一直直走。我朋友来到可能都会看不到这边是轻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你说有一个明示的，就是配套或是怎样会比较好一点，其他外国人看到才不会比较容易闯进去。国际讲，民众无细致总入轻铁铁轨路，敢若有造成条数的，才有列入统计。这也代表，亲像这2个民众的违规，唔知影有偌济件。对此，民众表示，因为轻铁推送也无介久，大家也袂关系。若是会当加强过路人的路线指示，无论对在地人还是外国人来讲，拢会有帮助。记者柯家族柯超雄、高永昌报道。宜兰县政府有规划9条学生专车的路线，嘛提供补贴，服务真侪偏远地区的学生哦。也毋过这几档司机是真欠，业者嘛无法度搁再经营咯。所以县政府嘛规划讲9月开始，这9条路线会分阶段来停驶，互部分的家长学生哦，这嘛是真烦恼。真侪学生放学拢坐公车转去，不过宜兰的学生以后恐惊拄到无车通坐情形。宜兰县政府规划本来9条已经列入市区公车的学生专车路线，今年9月开始会分阶段停驶，造成所有偏远地区的学生家长真头疼。是如果有公车的话，我会搭公车，我不会选择走路。那如果取消，会不会影响很大？如果9月份真的停止这样子，我会觉得有点不太平衡。公车要从我们家搭公车搭到罗东，再从罗东转公车到这边，就变成很不方便，最后变成我只能自己接受。有民代受到家长认情，讲这款路线停驶，家长阁无法度去接送，囡仔上下课真无方便，希望县政府会当点心思考。在经营不善跟司机短缺的问题，那在我认为是目前这样子转嫁到学生的一个就学的一个方便性的话，我想这是蛮严重的一个冲击啦。民代讲，业者因为无司机、无材料经营这款路线，不过县政府无应该把问题转嫁给学生，影响基本的上下课环境。县政府应该更加积极甲业者沟通协调。不过县府讲，除了市区公车，各地高中职也应该有责任规划校园内的学生专车，照顾学生上下课的需要。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上从上学期一直到下学期，那也都跟学校这边来请学校协助了啊，能够以专车的方式来服务。县政府讲，去年就发文通知合区内高中职，自9月开始的分阶段停驶9条路线。第一阶段会先停驶迄个有其他市区公车会当取代路线，伊若无法度取代路线，会甲业者协调，暂时继续经营。县政府也规划5条南方湖到罗东的新路线，按算2日开始评选。若顺利，到时会当提供学生上下课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地一间卖早顿的店哦，店员问人客要点啥，也毋过这人客煞雄雄掠讲，质疑讲店员的态度真歹，敢是问烦人咧，物件偏爱就离开。也毋过这店长是小婷员工，认为员工无毋对，爱消费者会失礼。有民众嘛认为讲，这卖服务业务是真歹做，应该就爱互相体谅。你现在是等犯人还是怎么样？人客点早顿点到一半，雄雄亲像掠讲同款，那当场骂人，甚至佫要求店员回失礼。头家娘看到这情形，赶紧出面做公亲。每个人客若无体谅店家，甚至乌白拼物件了，直接离开。老板娘追出来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人多嘛。他有跟他讲，后来就不欢而散这样。代志发生伫礼拜早起，新的一间早顿店在店外有一对人客来。店员敢若是想要确认人客点的物件，唔知影什么原因，查甫人客煞雄雄起性地，这个员工敢是咧审问犯人，甚至佫要求店员回失礼，全部过程任何监视器记录落来。因为他毕竟还是服务工作人员，那是不是也应该体谅他们的一些工作上的情绪？不是说为了买个东西，然后就发这个脾气，我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
也要体谅一下我们这服务人员的这个辛劳啦，因为有时候这个一整个连假，甚至这个上班时间过长以后，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体力都会有一种消耗，那对这个心情的影响都会有差异啊。我觉得两者啊都要退一步然后自己能够让这个感觉更好。代志发生了，拜店家休困，爸无报案，头家娘出面停员工的行为，嘛受到民众的肯定。未少民众拢感觉服务业爱面对各种人客，实在真辛苦，也希望双方拢爱互相体谅。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一对葡萄牙甲日本的男女朋友来台湾佚佗，骑有bike经过台南市安南区，却互流浪狗攻击因敲电话报案，佮一路骑到树林去避起来，落尾警察才找到人，加载拢无着伤。台南市动保处嘛表示讲，已经有可能掠流浪狗的人咯，因固定的时间买来巡逻。日头请夜夜，浪动狗拢伫咧假日，暗过便来到下晡，拢会出来乱踅。有一对住伫咧安边区的外籍旅客，暗时6点骑 U-Bike 要往安南区，暗过煞伫咧城西街去互浪动狗喐来喐去，赶紧打电话报案。晚间20时10分，在城西雷达站后方防风林内寻获一对外籍情侣，所幸2人均未受伤。警方呼吁民众及旅客前往偏远地区活动，应提高警觉。经过警方的搜查，伫咧距离报案地点大概1公里的城西雷达站后壁的防风林内底，找到一对外籍旅客。好佳在因拢无受伤。地方的居民就讲，台南城西文化路防风林这搭有真侪浪动狗出现，而且拢假规定的足接快，所以经过时阵拢提心吊胆。台南市动保处接到通报了后，已经放人要甲掠。文化路迄边，文化路迄边就这。600条。恁遮看迄流浪狗，恁会惊袂啦？像恁骑车啊，三界甲恁叫啊？对啦，加减啦，较好势。伊即摆我倒摆要陪流浪狗啊，哪甲对头自家用的，哪有狗平的？你啊，伊啥会买来掠就袂瘾好掠哦。那动保处以加强运用大型围篱、诱捕笼、麻醉枪等方式，加强捕捉味觉及问题犬，以减少人犬冲突。好佳在这对外籍旅客并无受伤，因那目前动保处是用放笼仔来处理，上时嘛会展开无定时的巡查，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桃园机场检疫犬的海报，因为设计了真有创意，伫网络是真清。这海报是检疫站的同仁家己设计的。站长嘛表示讲，目前桃园机场是有25只检疫犬去年嘛查到7000件违规。虽然这狗仔是真古水也毋过伊嘛提醒旅客，狗仔在执行任务的时，莫挖进来翕相，才袂去影响到狗仔。这狗仔会讲紧，毋过看起来嘛是够足古锥的。顶悬写讲，莫讲你毋知，动物是物的制品，你无要申报许。这张海报搭伫咧机场，声袂少人的眼光，大家拢加看一眼啦。伫咧网络顶嘛已经穿起来啊。那你觉得它这个宣传效果怎么样？应该有狗的话，注意力会比较高吧，比较容易被看到。这个海报你觉得怎么样？中文母语者会知道说，可能那个吸就是指会有狗狗要闻身上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但是可能对于国外来的可能不知道这个谐音梗嘛。互检疫狗来做宣传海报的主角，这个海报拢是机场检疫站的同仁家己设计。若机场的检疫站表示，桃园机场伫咧旅客入境的时阵，常常看到无共单位的宣导，因希望用更较醒目的方式辅导旅客做动植物的申报，才袂罚罚钱。在桃园机场服务的检疫犬呢，在去年一整年查缉到的量呢，大概查缉到7000件的检疫物，那大概是3800公斤。检查行李发现腊肉，工作人员当咧甲检疫犬训练，除了来侦测肉类，也佫有菜色、果子、种子等等。目前派伫咧桃园机场的检疫犬有25只，去年总共装到7000件的案件，嘛提醒旅客，这个狗仔咧做工课的时阵，唔好去甲因交叉，唔好要去甲因翕相，才袂影响狗仔做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协助自闭症、心智障碍、外表看袂出来的人，伫公共场所买当得到协助。今仔有一场公听会，就讨论要引进稳性需求标志的制度。有民间团体是建议讲会当先伫特定的场合来试办，先来了解有可能会拄到的问题。破坏组已经加入历史改造优先式，都是为着要扩大服务的对象。不过，甚至有各样自闭症等等外表看不出来族群，要安怎互人辨识，得到帮助呢？有台北市议员甲民团拜一开公听会，讨论引进温馨需求标志甲设置，
希望当减少民众对温馨需求族群的误解甲冲突，理解因的需求。伊可能会叫，也是讲我行行敢若无代志，但是我突然间我就讲足大声啊啥，外口的人无了解，那我们希望讲有即个标示啊，也是啥物会用，互大家人更较了解，更较包容，讲阮的囡仔是特殊的囡仔。有民团讲，像高雄甲日本都会咧推动，互有需求的身心障碍者挂标志，也是求助牌啊。伫公共场所也是坐大众运输的时，透过标志，互民众知影因的需求。毋过民团嘛讲，标志都爱互有需求的人自愿使用，设计嘛就避免标签化。建议先为交通、学校等等特定的场合示范。我是觉得，有一个好像日本的那个牌子，那个后面可以写一些字，我觉得蛮适合，因为它可以写说它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总体的一个样本来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下去实际实施之后，对于这个标志的好坏，或者是说我在实际上面的使用，在捷运是最多的，捷运或医疗体系或者是图书馆，我在使用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民团甲议员拢呼吁台北市政府都要重视有稳性需求的族群，推动配套制度，促进民众互相理解甲包容，互社会愈优先。记者郭正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大当5月头一个拜二是世界虾蛄日，台湾大约是有200万的虾蛄的患者，也毋过敢若有70万人有去就医。为着要让所有病人拢会当受到治疗、控制病情，健保署嘛宣布讲，今年4月开始，要放任生物制剂的给付。有虾蛄病死的乐天女孩舞蹈总监刘小晴，普通时无按时食抗发炎的类固醇药化。这份去东京球场应援的时阵，敢若是因为日本花粉季诱发严重虾蛄，好在有赶紧摕到急救型输入器，人才较好。当时一吸到日本的空气，我马上就发作，那个脖子像是被掐起来一样，是完全没有办法呼吸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紧急回台就医。医生讲，虾蛄是呼吸道慢性发炎，因为转季到伤热，输的氧气量无够，上侪症状就是咳嗽、喘甲正大声，抑个喘气困难。研究显示，朋友若无法度处理发炎的问题，只敢若一年用3支以上的低效缓解输入器，病情恐惊恶化，死亡风险增加到1.9倍。所以自今年4月开始，健保绑定生物制剂给付，予严重型虾蛄患者量早接受抗发炎治疗，降低恶化风险。这些短效型的吸入剂，它是用了以后，慢慢的它就产生这个弹性疲乏，就效果就不好。我们从那个口服的类固醇放宽，从6个月的门槛放宽到3个月，意思是说只要用3个月的类固醇后就可以用这个药。高建署讲，在台湾这个虾蛄患者内面，就一个是因为症状影响日常生活，表示虾蛄控制无好的症状正普遍。这患者要注意环境清洁通风，注意温差一个空气污染的变化。若是有症状，要赶紧去看医生，降低诱发风险，稳定病情的控制。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新闻来看，中华职棒未全龙的朱玉贤昨对阵富邦悍将，一场就攻出2支轰人，这嘛已经是伊第23届一场比赛攻出2支以上的轰人咯，嘛已经超过张泰山的纪录。右半边的飞球，说着说着，距离200轰俱乐部又更近了一步。本季的第3发的轰让。未全龙朱玉贤面对富邦悍将的比赛，4局下半攻出右外野阳春炮，帮球队6甲差2分，而且来到8局下半，伊搁在上阵失投球攻出轰人。哇！但这个球在右半边，朱哥单场双响炮 ，Go！ 朱玉贤高一场2支轰人，帮助球队以4比4扳平分数，而且这已经是伊生涯第23届高一场上无2支轰人，超过新民王子张泰山保持的22届的纪录，是联盟史上第1。今年赛季的第4轰，生涯的188轰。延续这个气势，两队8局下大拼盘，落尾是以6比4攻赢富邦悍将，摕到联盟战绩头名。另外一场台港雄鹰甲中信兄弟的对决，两队战到延长赛，10局下半，台港一个人出局，3垒有人，詹祖佑伫关键时刻甲队友平安送回来。这一球接到了正确方向，结果接到了之后，林家宏再来起跑，比赛结束。
赞助由中国也方向再见安打降转来1分，帮助台港雄鹰以3-2拍赢，摕到 MVP。这是赞助由生涯第1支再见安打，伊感性表示，这是伊自细汉到大汉拍棒球以来头一届体验到再见安打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西班牙马德里的网球公开赛哦，意大利的球王辛纳连赢2局拍败德国的选手，伊头一届哦伫马德里来封王，伊嘛是头一个连续摕到5座千分大师赛冠军的查甫选手。精彩接发球，互对手拍到拗住，落尾也突破对手的发球局。世界球王辛纳伫马德里天尼斯公开赛展现实力，决赛面对大会第2种子2届伫遮封王的德国名将兹维列夫，辛纳对开赛就掌握节奏。第一盘，辛纳2届突破，真紧就以6-1摕到。来到第2盘，辛纳又是拼势，发球局真稳定，而且动作美丽，放底球，也有底线抽长球，互德国名将走来走去，落尾以6-2锁定胜利。这场比赛敢若拍58分就结束，毋但创下马德里决赛上紧的纪录，也互兹维列夫伫颁奖典礼时一直对球迷回失礼，而且佮滚双笑，拜托辛纳休困一下。You guys do an incredible job every single week. I hope one week, or maybe the French Open, just have a break. Just don't. No, but congratulations. 对去年底巴黎大师赛到今年的印第安泉、迈阿密、蒙地卡罗，佮到即卖的马德里，辛纳完成头一个大师赛5连冠，而且甲个人连胜的纪录推进到23场。约莫25回，辛纳已经达成全部9项大师赛落入去决赛的成就，速度超过费德勒、纳达尔甲乔科维奇。也毋过辛纳也是真谦虚。It means a lot. In the same time, you know, as I always said, you know, I cannot compare myself with Rafa, Roger, Novak. You know what they did. It's something incredible, and you know I don't play for these records, you know, or I don't play for records in general. I play for myself. I play for my team. 辛纳目前的状态，佮加上主要竞争对手世界第2的西班牙选手艾卡拉兹，因为受伤无比，互伊伫个刷落来罗马大师赛，也佮法国天尼斯公开赛，变作是冠军的大热门。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看英国真出名的自然生态纪录片的国宝主持人大卫·爱登堡，伊今年已经100岁了。BBC 嘛暗示讲5月初伫伊生日的时阵要来放送一出新的纪录片，内容是来回顾伊伫1979年经典的作品《地球4命》，一出深入战区甲大猩猩近距离互动的纪录，咱嘛做伙来看卖。We had been filming mountain gorillas in Rwanda, Africa. 小歌烧声的声音伫树林内底走走，全世界观众拢被兴奋。伫咧1979年放送的《地球4命》纪录片的影片内底，爱登堡用镜头带大家头一摆近距离看到地球的奥妙。I mean, Life on Earth when it came out was a complete game changer. To do the natural world, the complexity of trying to tell the story about the natural world was a whole nother level up. Just not just in terms of logistics, but in terms of the trickiness of animals don't read script. 伫迄个无手机啊、无 email 年代，会当安尼摄影，根本就是无可能的进步。所以伫咧迄时，这部影片产生的冲击，互人料想袂到。To suddenly see this incredible 13-part, very ambitious wildlife series, and seeing places and animals that you'd never seen before, as somebody says in the series, it just blew people's minds, and I think it was something so extraordinary and so new. It's very hard, I think, for people today to even understand that. 制作团队去世界各地，包括伊拉克、卢安达，伫咧战乱当中完成摄影，所有影像拢用底片记录，也着爱冒险送去英国洗。事实上，现代大多数的自然纪录片的格式，拢是学爱登堡这部影片。爱登堡嘛变作是自然纪录片的代名词。也若上出名的，就是爱登堡甲山地大猩猩的互动。There was a moment when you barely only saw the top of David's head, literally. And my jaw dropped. I mean, everyone's jaw dropped. Didn't expect this at all. It completely transformed sort of audiences' perceptions of the gorilla. You know,
in the UK and internationally. It almost had the kind of inverse effect of something like Jaws, where suddenly everyone was terrified of sharks. This actually, gorillas up to that point had this kind of reputation as like fearsome monsters, the kind of King Kong image. 看起来足歹金刚，伫咧镜头头前是有够温柔。这段影片若互大家感觉变过来，甚至搁用实际行动推测保育的意识，互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足济。Even with all the technology we have and all the infrastructure and all the communications, just to, if somebody said to me, make life on Earth today, I'd be going, that's a challenge. 特别100岁爱汤包用一生的岁月替人类开一个前往自然世界的通，嘛有地球留下深刻的见证。Extraordinary, really. I mean,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rivileged moments of our life. 公视新闻林义祖编译。下晡8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